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上新的政治学的读册会。咱伫第一回咧，要先甲大家做一个介绍，也就是有关政治甲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啦。咱头台先先甲大家讲，为虾米会有即个系列的推出，就是因为今年有一本新的政治学甲台湾政治这本册会使讲是台湾足侪政治学内面的教授所合作写的这本册，是第3版，所以伊应该毋是新册啦，就是有改版吼。有足侪人拢咧问讲吼，敢会当吼，将即本的内容小可甲介绍一下。所以我就想讲无规起来开一个政治学的读册会，大家做伙来读即个政治甲政治学。头台先的话讲再前也就是讲，参考册是经即本大家就想讲来紧来去买。你若是问我讲敢爱买即本册咧？我是无建议买，也是无建议无爱买啦。就是讲你若是买，你会使去买，但是我个人是无遐尼推荐。为虾米呢？主要有2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伊的优点先甲大家先讲，莫一开始就甲人咧批评嘛。伊的优点就是讲吼，伊叫做政治学，所以伊内面是有足侪学者。因针对着政治学的无共款的即个单元，甲无共款的主题，拢有做一个真详细、真清楚的小解。所以你若是要去看即个政治学的理论还是政治学的即个概念即本册是整理甲算讲拢足清楚的。但是呢，这是优点嘛，就是政治学的概念，伊算用较少的字数就已经有法度甲讲互清楚。但是即本册呢，嘛有一个我是感觉讲较无好，较无做甲遐尼好的所在，就是啥物呢？因为伊即本册叫做政治学甲台湾政治伫即本册上头前伊就写讲因为一般的参考册主要拢是咧写政治学参咱台湾的政治较无关系，所以即本册有一个目标，就是嘛要将即寡政治学的概念放伫咱台湾的政治做讨论。所以伊即个出发点的是真好，但是呢，你若是嫌伊即本册咧讲台湾政治的部分我是感觉讲吼，我爱讲就是讲莫讲吼，搁比讲较好。为虾米呢？因为即本册拢是学者所写的嘛，学者恁就知影讲，因拢关伫学校内面嘛，所以对一寡政治的现象甲政治的即个历史的部分，因足保守的，毋敢写出真正咱台湾政治的真面目。即寡因拢毋敢写，变做是讲，虽然册内面有讲到一寡台湾政治，但是拢讲甲足浅的、足表面的、足侪物件应该讲拢无讲。我就举一个例嘛，像我就掀起即个宪政制度的迄个部分，来讨论即个宪政的时阵，咱一定伫台湾政治爱讨论的，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伫台湾并无伊的正当性，所以咱台湾人即马透过着宪政主义的学习，咱爱去做伙思考着讲，咱台湾要安怎来去打造咱台湾人家己的一部宪法，来去处理着咱现在看到足侪政治甲社会面向，因为咱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伊无正当性所产生的足侪问题，伊就毋敢讲这嘛所以呢，变成讲即本册咧讲台湾政治的部分，拢讲一半，也是讲较足浅的。其实无法度对你一个学习政治学的人，要家放伫台湾政治来做观察、做讨论，无法度。所以这是即本册做甲较无嚼的所在。所以伊的优点甲即个无好的所在，我拢甲你分享要买还是无爱买，你家己想因为这就是你家己看要开钱买即本无。你讲若是我无爱买敢无法度来对即个读册会爱有册头好读嘛？我会使甲大家报告讲会使啦，因为我就是用我家己的方式嘛，无一定会照即本册内面，我就是小可看即个册内面有啥物款会使补充的，我就甲列出来做我的即个报告。所以你若是无册用听的嘛是会使啦，所以无一定爱买即本册就对好，咱透过即本册也是我家己为册内面看到一寡较重要的概念，我会结合我家己对台湾政治的观察来做即个系列的读册会，即个演播。我家己的目标啦，就是讲咱上基础的就是爱了解政治甲政治学，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咱台湾即马咧做政治教育、公民意识的教育，拢
足无够诶。所以咱的即个系列第一个目标就是爱去打造，互咱一般的即个民众啊，爱有即个基础的政治甲政治学的认知啊。吼，第二步就是大家小可甲了解一下，讲政治学是啥物件，以后咧会使用即个政治学的概念来去思考着咱台湾的社会，因为咱后壁会讲到讲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拢是甲政治有关系，所以透过政治学的学习，咱会使用即寡学理的概念来去思考着讲咱台湾的社会为虾米会有即款的现象，有即款的状况，咱做伙来去甲原因甲找出来，做伙来去思考着讲要安怎互咱台湾的社群社会会使往一个较好的、较会使讲较美满的方向来去发展就爱靠咱家己嘛。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目标，就是爱应用咱政治学概念伫咱实际上的生活来去观察，伫遮呢来去化为行动，就是第三步啦。希望咱大家透过政治学的学习，会使来做伙思考着咱台湾政治甲台湾社会未来，来去起造一个独立的台湾新国家这是来上最后的目标嘛。嘛是咱讲台湾即1,100年来一直互外面的外来政权统治，但是咱台湾人爱出头天的一天，就是咱台湾人爱家己做主。你讲这足简单，足无简单的，1,100年来台湾拢是互人讲到准拄算，咱拢无为咱家己做主人的一天所以咱政治学的学习的上重要的目标，对咱台湾人来讲，就是透过政治学的学习来去了解到咱政治社会的运作。最后咧，会使有一天，咱台湾人家己出头天，家己做主人。好，这是咱的3个目标。咱先讲较简单的，就是先来讨论第一回嘛。咱对着即个册内面嘛，是伊的第1章的部分。咱先来甲大家讲一个政治甲日常生活的连结。其实足侪人听到遮就想讲政治莫讲政治嘛，我之前嘛有拍过一支影片咧讲政治。其实啥物叫做政治？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啦。所以你莫甲政治想甲遐尼复杂、遐尼负面。你会甲政治想甲遐尼负面，迄是过去台湾伫咧威权时代，迄个独裁者伊无想要台湾人去参与讨论咱社会资源要安怎分配嘛，所以伊就甲台湾人抢讲政治莫插了，互你安尼甲你电甲安尼金死死，互你毋敢插政治。所以咱台湾人一直拢有一个。思想内面的一个癌啦，就是讲若讲到政治2个字，拢会足惊的。这无法度，这是咱台湾历史的一个悲剧。但是咱若是换一个词，就是讲生活，大家就会使接受嘛。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嘛。所以生活甲政治就是共款的物件。生活当中每一个所在拢是政治。像即本册较旧啦，内面讲着讲即个进前即个 COVID-19 的时阵即个喙暗也是讲你的健保啦、你的教育其实讲自你出世到你死翘翘迄个时阵，全部拢是政治。你生出来，国家爱甲你做登记嘛。你大汉你开始读册你开始去趁钱、保险等等的，拢是政治到你翘起，你讲我死应该。无差，无你要待伫倒位？你即马敢阁会使待伫土内面？若是讲国家甲你讲，你敢若会使烧掉你的即个遗产要安怎来去做分配？国家拢甲你管甲条嘛。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政治所以咱讲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若是恁兜有人讲我爱插政治啦，你就讲若安尼你要插你的生活无？你若是要插你的生活，安尼就会使，因为生活就是政治啦。所以为虾米会政治？就是因为人是一个社群的动物，这是 Aristotle 讲的伊讲人是一个政治的即个动物其实就是一个社群的动物，就是人人有即个天性，生物性，就是爱甲其他人斗阵做伙。除非啦，讲有讲迄爱人爱人就是讲伊较无爱介意甲人即个接触，但是咧总是人嘛是生活伫一个社群内面，除非讲你家己走去山内秘起来，干若你一个人也是你走去一个海岛顶悬
无领导啊，干若你一个人，无一般人甲人拢是一个社群的方式来做生活嘛。啊，所以即个社群内面就有2个、3个、4、5个、十外个、千外个人，啊，遮尔济人之间就会有足侪资源要来去想讲要安怎分配。啊，有足侪即个权力的关系来去产生，就像讲你伫上课的时阵，你隔壁的即个同学，伊的手伸较过来，你就讲手伸转去啦，你甲我扫着啊，这就是讲伫空间内面啊，你隔壁的即个同学，伊的物件啦，甲你放伫你的所在，你就无欢喜嘛。因为你感觉讲即顶桌仔是你的嘛，啊，伊的物件会使放来你遮，所以这就是即个空间嘛是一个资源嘛。啊，你叫伊伸转去以外，伊甲你整一个，哎哟，夭寿，啊，伊甲你摸，啊，你就乖乖，好，互你放，吼，安尼拢莫甲我拍，伊就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啊。所以人甲人之间有足侪看有诶看无诶即个资源，要安怎来去分配？啊，人甲人之间诶即个分配背后就是甲即个权力有关系。所以人甲人之间生活，毋就是即寡物件咧伫咧无伫无够嘛？生活内面就是每一个所在拢是资源的分配嘛，拢是权力的展现甲对抗嘛，甲合作嘛。所以呢，这就是为虾米咱讲生活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其实咱拄则已经有讲到即个政治的定义啊。伊上早是即个希腊文啊 ，polis， 即个 polis 也就是城邦的意思啦。啊，所以政治学的即个定位啊，咱拄则已经有小可讲到，恁嘛应该会使了解讲，讲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啦。啊，伫遮呢，伊是甲即个人类的生活处处啊，拢有真密的关系。所以 Plato 讲啊，为虾米咱爱去插政治？因为政治是资源甲权力的分配嘛。啊，你若是无插这，你的资源拢互人摕去啊，啊，你的权力拢互人压迫啊，别人叫你创啥你就创啥嘛，就亲像即个奴隶共款嘛。所以 Plato 就讲啊，即个拒绝来去参与政治的人的处罚就是去互比你搁较差的人去统治。你像讲即个东部嘛，有足侪即个人讲即个花莲王嘛，啊，因遐民众拢讲啊，莫插政治啦，莫插政治啦。结果看啥物款的人咧统治迄个所在，所以你若是要讲台湾政治，即个部分爱甲伊讲入去啊。咱台湾一般过去受到即个威权也是，你莫讲即马民主化，即马也是足侪是迄威权时期留落来，咱讲社会癌啦。伊莫插政治啦，反伫咱花莲王恁拢讲伊安怎，我投票也是爱投互伊啊，山拢放落来，迄水拢淹过来，后盖投票也是投互因啊，投互迄车联党的啊，你看就是印证讲 Plato 讲的嘛，因为你拢无插这嘛，所以资源拢互人摕起来，你都搁踮遐咧足感恩互阮有饭食，夭寿因贪污偌侪钱去分一寡等，像你这饲狗仔共款啊，好食的面，你狗仔替你踮遐咧做代志，结果咧食好的物件拢家己食，你最后咧等一个骨头你想讲无咧食物件，即只狗仔偌感谢咧，毋对啦，你做一个公民，做一个人，你着爱去插政治，因为即马是民主社会啊，要安怎来去分配人甲人之间的资源，甲即个权力，咱爱家己做主人，这是上重要一件代志。好，咱所以咧，有足侪学者嘛是有讲到讲啥物叫做政治学啊。拄则你若是讲迄拢是阿基你家己咧踮遐咧操蛋的，你讲的无准绳，咱着来看讲学者咧讲啥嘛。这个课本内面咧，我着甲经3个学者，第一个就是拉斯维尔最有名的拉斯维尔讲啊，政治就是想伫得到啥物物件，伫啥物时阵用啥物款的方式方法，所以呢，就是甲即个你看，啥物人摕到啥物物件，伫啥物时阵用啥物款的方法，这是拉斯维尔定义你想讲哪层啥拢无。较安怎来，较无具体嘛另外一个 David Easton 嘛是最有名，伊讲政治是权威性价值的分配。你讲也是听无甲你翻译一个，就是讲，就是社会权威啦，即个价值的分配，就是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啥物人应该摕较多，啥物人应该摕较少，啥物人应该安怎，啥物人应该安怎，即件代志就是政治。佫有即个摩根索嘛是最有名，伊讲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啦，就是权甲权之间的请拼，这就是
政治啦。所以咱过去讲啥物三国演义啊，内面安怎咧拍，迄拢是权力的斗争啊。所以你看咱处处啊文学的作品，也是讲你讲这是恁文组咧舞的，咱是咧做即个工程师的。你看讲你为虾米即个 TSMC 会摕到订单，迄嘛是权力啊。你要安怎去甲其他的厂商来去竞争，迄拢是权力的斗争啊。所以咱生活内面处处啊拢是政治啊。咱用学者的话来讲，也是咱用我家己翻译的来讲，政治就是啥物呢？政治就是人甲人之间权力甲资源的分配，即件代志就是政治啊。所以政治学咧学啥物物件呢？政治学就是咧研究即个政治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学是学者来去研究讲人甲人之间权力是安怎安尼分配，资源是安怎会安尼分配，咱去研究这甲做会使写做一个理论，就变成咱政治学的一寡物件你所看到的。所以政治学的核心就是权力 power 甲权威 authority。OK， 应该足简单的吼。好所以咧，咱的即个读册会即个上头前的迄个 logo 啦，就是画这，你应该有看出来，这就是即个 Hobbes 华语叫做霍布斯，伊有一本册叫做《纪灵论》，也是 Leviathan。即个纪灵就是纪大的灵啊，伊就是讲吼，你看即个翁仔伊身躯顶悬是足侪人所产生的一个即个纪灵啊，纪大的即个灵啊。人啊，好所以呢，我就甲伊画做咱台湾的形象啊，就是摕一个钱的，迄就是权力，摕一个医保的，就是钱啊，就是即个资源所以资源甲权力要安怎来去分配，是由咱众人所产生的即个集体意志，即个大人是安尼会使安尼讲啊，来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呢，这就是我将即个 Hobbes 伊的纪灵论，也是 Leviathan 画做咱台湾的即个意象，来做咱政治学读册会即个会使讲一个 logo 就对啦所以呢，即个图是有伊的意思的，就是权力甲资源由咱台湾每一个人所产生的集体意志来去做分配。所以即个若是每一个人拢自私自利，即个台湾就准备要来颠倒咯，因为即个权力甲资源的分配内面就有足侪斗争咱若是咱台湾的公民意识会使来去培养起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公民讲的概念，咱安尼所产生的集体意志来去分配着咱台湾岛顶悬的资源甲权力，咱一定会知影讲咱台湾的人是足有智慧咱安尼一定会法度将台湾打造真正是变做太平洋顶悬的一个佛摩萨人间的天堂好，所以呢，咱是小可甲大家做一个介绍啦。好啦，即个政治学的有足侪主领域的部分这就是你若是读政治学的，你就知影讲，拢会分组嘛。有啥物组呢？第一个就是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呢，就是主要是咧讨论讲即个规范性的理论甲经验性的理论，就像讲意识形态是古典的即个政治思想这是政治理论来讨论的。比较政治就是讲咱有足侪国家有足侪款的制度比较政治就是咧研究讲无共款的国家之间伊的政党选举政治的行为政治的发展政治的文化之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所在，就亲像有人会去比较讲美国甲台湾，台湾甲日本，日本甲韩国，即个比较就是比较政治咧做的代志。第三个叫做即个国际关系啦，国际关系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就是咧讨论国际政治的理论、外交政策、决策全球化的议题、地缘政治国际合作，是最近咱有看到即个战争甲和平，这拢是国际关系咧讨论的。最后就是公共行政就是咱的行政学，这我真熟公共行政咧讨论政府要安怎来去做即个行政的管理公共政策要安怎来去推展政府的组织、人事预算行政的伦理、地方的行政法第三部分等等，这拢是公共行政的部分所以小可甲大家做一个小解最后这本册就是咧讨论讲咱政治学拢一直就想要变做一个科学的，敢有法度咧其实讲起来有伊的挑战，因为科学就是讲爱正即个客观嘛但是政治学第一个就是伊有即个测量
顶悬的挑战，无讲介好去做即个测量啊，就像讲你讲资源甲权力的分配，即权力要安怎来去做即个测量咧？第二就是咱的政治内面啊，有应该讲啊，加减减啊，拢有即个主观价值的影响。但是咱自然的科学是强调 value free， 就是价值中立。但是咱政治学无法度安尼嘛，所以有即个主观价值的影响。第三就是足歹啊，做即个验证的。验证的，就是讲，你自然的科学内面啊，你提出一个理论，有法度像讲你透过实验还是观察，你就有法度看到讲共款的结果。但是咱政治学内面呢，较无法度，因为人就是会变嘛，所以咧，嘛是有学者咧提出即个挑战啊。但是呢，总是咱即马拢叫做政治科学，所以咱嘛是学者想讲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去研究政治啦，所以就包括到讲用量化的研究，还是质化的研究，拢有。这较无甲咱的国家的考试较无关系，这主要是讲你若是要读政治学研究所，较需要去了解啦。好，以上就是咱头一回先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讲啥物叫做政治啥物叫做政治学伫遮呢，伊即个政治甲咱生活有啥物款的关系？咱后壁来则阁继续为即本册其他的单元出发，来去参大家做伙来讨论政治甲政治学哦。感谢大家收听，咱后一回则阁继续来讨论。